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20节。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呼召。国字服侍上帝，也是讲上帝呼召人来服侍伊，这是一体两面的事。基督徒如果无有上帝的呼召，就毋是咧服侍上帝。真可能只有咧做好事，服侍人尔。这也通用来解释着一般传统宗教的行善团，并毋是领受着上帝的呼召。真侪时阵，因透过对人的服务，咱来表达服侍上帝。但是传统宗教却是为着建立家己的功德，并毋是领受上帝的呼召。领受上帝呼召的人，无应该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咱咧讲的追求做功德来工作，应该是愿意有所牺牲。撒母耳是旧约中间非常重要一位祭司以及先知身份的上帝仆人。撒母耳是因为伊的妈妈上帝拯救所得到的囡仔。通常，愈无容易得到的，愈应该爱去珍惜，有的人就掠了不爱放。但是撒母耳的妈妈汉娜却是愿意将撒母耳献给上帝，亲像伊家己的个别，伊要将这个撒母耳来献给上帝安尼。撒母耳上卷第1章第1节到20节。记载着汉娜伊的性命偌年艰苦，伊是怎样伫上帝的圣殿伫遐来祈祷恳求，上帝佫怎样来赏赐伊恩典，互伊通得到怀孕生囝。19节安尼讲，第2天早起，伊利加拿全家一早起来。敬拜上主了后，就转去拉玛去。伊利加拿甲伊的某汉娜同房，上帝应允汉娜的祈祷，伊就怀孕生一个囝。汉娜甲囡仔号做撒母耳，因为伊讲：“这是我上帝求来。”也亲像阿伯拉罕伫100岁时阵得到一个囝。但是伊并无讲，这是我真无简单得到的。伊的态度也甲汉娜共款一样，是上帝所赏赐的。就伫上帝呼召伊将伊的囝奉献的时阵，伊嘛无怀疑甲延前。伊就带以撒上山，准备要奉献给上帝。这回应了上帝的恩典甲呼召。事实上，阿伯拉罕、汉娜拢是受到上帝的呼召来。就伫因欠缺的时阵，因来亲近上帝，听见上帝，也跟对了上帝。阿伯拉罕受呼召的记载伫创世记12章。咱拢看到上帝爱伊离开本族、本地甲老爸的家。希伯来书也提到阿伯拉罕的呼召的时阵，安尼讲：阿伯拉罕因为信，蒙呼召的时阵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到会业的所在去。因为出去的时阵毋知影要去叨位。伊因为信，就伫所应允的所在做客，亲像伫青云的所在徛起帐篷内底。
甲迄个共款望着应允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亚伯拉罕伫希伯来书11章第8节、第9节所记载伊的信心。上帝呼召伊，伊就起来跟对上帝啊。汉娜嘛是安尼，伊的先生的家族每一年拢固定去到伫示罗来敬拜上帝，上帝来献祭。汉娜先生伊伫迦拿每年拢安尼来献祭，伫献祭了后嘛拢甲将祭祀过的肉分互汉娜甲另外一个太太。但是汉娜的心却是艰苦无食物件。虽然伊的先生并无因为伊袂当生育就来放杀伊，颠倒对伊非常的好，但是汉娜并无安尼就得到满足甲安慰。伊就去到伫圣殿亲近上帝，上帝来祈求。伊祈祷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请听你女婢的苦情，顾念我，毋通忘记我。如果你赏赐我一个囝，我就下愿将伊终身来献互你，一世人无剃头毛。伊离甲伊的对话了后，安尼讲：你安心倒转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赏赐互你。了后，汉娜伊就无搁再忧愁，安心来倒转去。咱伫新约也看到保罗，伊怎样真做福音的使徒。事实上，伫当初时有真侪人，特别是犹太基督徒，因无愿意相信，因为因惊保罗。过去伊是专门代表犹太教传统来迫害教会、迫害基督徒的。圣经的记载讲，因只有听见别人讲，迄个进前迫害咱的人，现在传扬伊过去所咧摧毁的信仰。保罗嘛甲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！我爱恁知，我所传的福音，毋是人所想出来。我无对任何人接受这个福音，也无任何人来求救的。咱是耶稣基督亲自我的启示的。我进前信奉犹太教的时阵，行事为人，恁拢真清楚。我无留情来迫害上帝的教会，出力来摧毁伊。伫同辈与犹太人的中间，我比别人更加积极来遵行犹太教规，更加热心来遵探祖先传统的教示。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伫我出世以前已经竞选我。呼召我来侍奉伊，就亲像伊一再咧强调家己是属于基督的，特别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时阵，伊就安尼来提醒因。保罗讲，奉上帝的旨意，蒙调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共兄弟所伫写批互伫哥林多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伫基督耶稣内底真正蒙调做圣徒的，以及伫所有逐所在求叫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。基督是因的主，也是阮的主。愿恩惠平安对上帝阮的爸甲主耶稣基督归伫恁。我常常为着恁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所赏赐互恁的恩惠，就因为恁伫伊的内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拢交备，
亲像基督的见证，伫恁的心里得到坚固。直到恁伫温书顶悬无有一项比袂平的人，等候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伊要坚固恁到底，叫恁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内底无通指责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恁原是互伊来所护掉，通好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同齐得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呼召是除了基督以外就是基督。这个呼召是对上帝来，并不是对人的呼召，不是宗教的呼召，无搁再是犹太律法的呼召。所以保罗又甲你讲，当伊决定要我启示伊的囝，互我伫外邦人的中间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的时，我并无任何人来求教，也无伫像耶路撒冷去见遐个比我先做使徒的人，却即时到阿拉伯去，然后倒转来去大马士革。教会危机是因为咱分袂清楚家己的呼召是对上帝来，却是因为支持某一个人，然后就造成教会纷争甲分裂，却着喺军队人的骹惹离开上帝的道路。保罗告别伊的信仰，互咱非常清楚。咱家己应该爱明白，咱是对上帝所呼召来的基督徒。这是解决中所主张只有基督的信仰。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也要惊是啥物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要惊啥物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绊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伫上帝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的厝内。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，互我的头举起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呼来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阮的呼召，互阮无有错误的思想、歪巧的想法，因为支持某人造成教会纷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